清明食潤餅糕，煞哪像食物中毒？有民眾講啊，去高雄正義市場買潤餅糕來食，厝內6個人煞吐甲流。市府表示講，有9間病院通報，到甲4月初5下晡4點，攏總有67個患者有食共一打潤餅糕。衛生局已經去稽查，收檢體來送驗，要求業者停業7天，等待調查。民眾提出佇邊的相片，佇網絡社群發文提示大家愛細膩。高雄正義市場內底，老二好打為所謂潤餅糕，因為厝內底有6個人佇菜市場頭食完了後，初5天要趕到高雄中醫館急診。寫完了無偌久，真儕網友講有種情形，有民眾講規計有3個人去醫生看，到初5下晡4點左右，總共有67個人去病院。醫護人員就說，在你們來之前已經有10幾位，都是遵醫師上的。因為我們大概3點半靠近4點那邊到，然後後面到4、5、6點的時候，其實都還是有人陸續送進來，然後都說是遵醫師上的。高雄市衛生局接報了後，初5早起去稽查，業者一開始也強調家己的食材無問題，固執配合停業。你要有公告給我，而且我們問題是出在哪裡？是春檢還是春檢？問題是這樣子，是不是？我們現在已經給人家訂單，你叫我們不給人不給，都是當天在備，當天在弄的料，東西不夠我們馬上備，不是說備的在那邊放着，不可能嘛。這個單位賣包好來啊潤餅糕，也賣這個潤餅皮，配料這食材雖然無名，不過開業超過30年，只是稽查迄天，敢若賣潤餅皮無整一天剩的物件，衛生局檢驗食材，也閣早點倒啊食檢體送驗，結果也未出來進前，也無都確定是大腸桿菌、沙門氏菌，也是對種致病源造成的。最早發病者約4月4日下午3點30分，陸續出現腹瀉、嘔吐、腹痛、噁心、發燒等腸胃不適症狀就醫，並立即依法要求停業7天待勘。生菜、豆芽菜清洗不乾淨，這樣就容易帶細菌，引發腹瀉或腹痛。但如果未煮熟，可能有沙門氏菌。豬肉絲、蝦仁如果保存不當的話，也容易造成急性腸胃炎。初5下晡，單位已經打公告，對4月初5開始公休。衛生局講，相關事情若經過研判違反食安法，會罰6萬以上2億以下罰款。記者綜合報道。